位馬迷好，繼續分享10月30日夜馬賽事，我整合出賽馬踱步狀態俾大家，內容好長，直接開始。精選特殊，由助手帶領快踱一圈，全程以緊急穩控馬匹，馬兒步幅開闊且力度十足，跑動間身形輕巧靈活，周身模式亮麗奪目，整體狀態勇猛異常，充滿鬥志。開心5月喺助手帶領下獨行一圈，馬匹跑動時彈力充沛，神態生猛活潑。即便此前已經取得勝績，當下狀態依舊毫無下滑，依舊保持住高水準嘅競技狀態。加州星馳由鍾義禮策騎快踱一圈，馬兒動作敏捷利落，步態揮灑自如，毫無遲滯，神態飽滿旺盛。對比以往，整體狀態有明顯進展。咁多下由助手帶住快踱一圈，跑動間力度比之前顯著增強，馬身肥瘦均勻恰到好處，毛色油亮潤澤，精神面貌煥然一新，狀態較之前更上一層樓。傑出漢子隨助手踱行一圈，馬匹帆步堅挺有力，體型收縮得恰到好處，全程情緒高度集中，以具備高水準嘅戰鬥狀態。駕勢奇葩由助手帶領踱行一圈，每一步都踏得紮實有力，體態結實健碩，模式深審且富有光澤。此前嘅勇猛態勢絲毫未減，依舊保持住強勢狀態。起行喺助手帶領下快踱一圈，沿途跑動時動作小心翼翼，步伐整齊劃一，毫無雜亂。馬身着壯飽滿，狀態持續向好，只見進步唔見回落。本領非凡，由助手帶住快踱一圈，馬身收束緊實，毫無鬆散，鬥志持續上揚，神色間充滿生機同活力，展現出嘅勇猛態勢格外引人關注。艾利奧隨助手踱行一圈，全程以騎繩穩控節奏，步態爽朗利落，馬身輕巧靈活，模式靚麗頗具吸引力，整體狀態穩步提升，持續向好。見無名由助手帶領踱行一圈，動作靈活矯健，落腳時彈性十足，體格健碩結實，模式潤澤光亮。即便此前已經攞下勝利，當下依舊保持住充足體力同良好狀態。優才喺助手帶領下快踱一圈，出腳靈活且力度充沛，精神面貌爽利飽滿。相比之前低迷時期，已呈現出顯著嘅回勇態勢。午夜快車隨助手踱行一圈，帆步順暢，毫無阻滯，馬身線條匀稱靚麗，鬥志旺盛如火，越跑越有勁，展現出越戰越勇嘅強勢姿態。凝聚美麗由助手帶領快踱一圈，馬兒跑動時撒開大步，步態紮實硬淨，體型匀稱，毫無贅肉，鬥志比以往更為旺盛，整體狀態勇猛異常，充滿競技活力。新二馬喺助手帶領下快踱一圈，落腳時彈性十足，每一步都充滿力量，體格強健結實，神態生猛活潑，周身模式亮麗奪目。近期嘅優良狀態依舊保持，毫無回落跡象。大番薯隨助手快踱一圈，步態流暢自如，毫無遲滯，馬身飽滿脹實，滿溢住朝氣蓬勃嘅氣息，模式油亮潤澤，無論體型定係精神面貌，都已具備高水準嘅戰鬥狀態。金句永騰由助手帶住快踱一圈，動作敏捷利落，步態爽朗唔拖沓，馬身線條比以往更為匀稱靚麗，模式鮮明有光澤。綜合嚟睇，整體狀態表現十分出色。自跑得喺助手帶領下快踱一圈，步幅開闊且力度十足，體型收縮得恰到好處，全程情緒高度集中，神色間毫無鬆懈，滿溢住優良狀態嘅活力。鑽石星空由助手帶領快踱兩圈，全程以傾水穩控完成訓練，帆步堅挺硬朗，體格健碩結實，神色間充滿生機，鬥志旺盛如火。相比此前低迷時期，已呈現出極為顯著嘅回勇態勢。香港神區隨助手快踱一圈，步態爽朗利落，馬身線條清晰分明，精神面貌飽滿，模式靚麗有光澤。從整體狀態嚟睇，表現相當唔錯。魔法速遞喺助手帶領下快踱一圈，落腳嘅時候彈力充沛，渾身散發住朝氣勃勃嘅氣息，身材紮實冇鬆散感，對比之前當下狀態更上一層樓。幸運福星由助手帶住快踱一圈，按住 K 繩節奏順利完成訓練，跑動力度比以往更勝一籌，體態結實健碩，鬥志亦都有明顯提升，狀態持續向好，只見進步唔見退步。堅有力隨助手快踱一圈，沿途跑動時動作小心翼翼，步伐密集如輪轉般嘅規律，
馬身肥瘦均勻，恰到好處，神態從容自若，毫無慌亂。此前嘅勇猛態勢依舊保持，未曾減弱。良區好友由助手帶領快度一圈，動作靈活矯健，出腳時嘅靈活又有力度，馬身飽滿充實，精神面貌爽利飽滿。無論從邊方面睇，整體狀態都達到咗唔錯嘅水準。有型勇士喺助手帶領下快度一圈，跑動時力度灌注全程。馬身肥瘦，適中體型勻稱，毛色深潤有光澤，馬匹嘅成熟穩重程度相比以往有增無減。日日灑落，隨助手快度一圈，全程以傾繩緊扣控制節奏，力量均勻灌注四肢，身體健壯且活力十足，氣勢旺盛如火。即便此前已經攞下勝利，當下狀態依舊毫無走樣，保持住高水準。日日獎由助手帶領快度兩圈，緊握長繩穩控馬匹，完成訓練，步態揮灑自如，毫無束縛感，體格強健結實，毛色明豔，照人奪目。即便啱啱取勝，依舊保持住充足體力同良好狀態，毫無鬆懈。風繼續吹，由助手帶領快度兩圈，全程以襟繩緊扣控制節奏，馬兒跑動間步態揮灑自如，毫無拘謹，神態生猛活潑，周身毛色鮮明奪目。無論從動作定係精神面貌嚟睇，整體嘅狀態未見半分低落，依舊保持穩定。時尚風趣喺助手帶領下，快度兩圈，落腳時彈性十足，每一步都透住輕盈感，體格健碩結實，毛色油亮潤澤，鬥志絲毫不弱。對比之前嘅表現，當下狀態只見提升，唔見回落，有增冇減。海洋帝君隨助手快度兩圈，動作敏捷利落，步態硬朗紮實，馬身飽滿脹實，毫無鬆散感，神色間充滿生機，鬥志持續上揚。近期一貫嘅優良狀態依舊延續，近況相當勇猛嘅。決一劍由助手帶住快度兩圈，全程貼住欄杆完成訓練，步伐整齊劃一且力度十足，馬身茁壯飽滿，神態飽滿旺盛，無論係動作協調性定係精神狀態，都俾人留低企階嘅印象。逆市奇巴喺助手帶領下快度一圈，跑動力度比以往明顯增強，馬身肥瘦均勻恰到好處，毛色靚麗有光澤，鬥志亦都有顯著提升，無論體型定係狀態都已經具備高水準嘅戰鬥條件。新力隨助手快度兩圈，帆步順暢唔拖沓且力度充沛，體型收縮得恰到好處，全程情緒高度集中，毫無分心，毛色光亮潤澤，相比此前嘅低迷階段，當下已經呈現出極為顯著嘅回勇態勢。心中有數，由助手帶領快度一圈，步伐密集如輪轉般規律，馬身線條清晰分明，毫無贅肉，渾身充滿活力，毛色深潤有質感，整體狀態勇猛異常，競技潛力十足。飛輪步由副練帶領快度一圈，馬兒跑動嘅時候撒開大步，力度均勻灌注全程，體格強健結實，神態從容自若，毫無慌亂。從訓練表現嚟睇，狀態正呈現蒸蒸日上嘅好趨勢。東方寶寶喺助手帶領下快踏兩圈，沿途跑動嘅時候動作小心翼翼，生怕出現差錯，力量均勻灌注四肢，身材紮實冇鬆散感，精神面貌爽利飽滿，展現出嘅勇猛態勢格外吸引人，俾人眼前一亮。奮鬥心隨助手快度一圈，按住 K 繩嘅節奏順利完成訓練，帆步堅挺硬朗，身體健壯且神態活躍，氣勢旺盛如火，渾身都洋溢住優良狀態嘅活力。川河營區由助手帶領快度兩圈，以傾繩緊扣控制完成訓練，落腳時彈力充沛，神態生猛活潑，毛色比以往更為靚麗吸引人。綜合嚟睇，整體狀態達到咗唔錯嘅水準，具備競技優勢。盈利寶馬喺助手帶領下快度兩圈，步伐輕快靈活，馬身勻稱毫無贅肉，鬥志持續無聲。從訓練表現嚟睇，整體進度令人滿意，未見明顯短板。落足心機，隨助手快度兩圈，緊握 K 繩穩控馬匹，出腳時既靈活又有力度，體態結實健碩，渾身散發住朝氣勃勃嘅氣息。馬匹嘅成熟穩重程度，相比以往有明顯增長，越發可靠。星火燎原由助手帶領快度兩圈，動作靈活矯健，跑動力度比以往更勝一籌，身形輕巧且精神飽滿，鬥志比之前更為旺盛。近期嘅狀態相當唔錯，絲毫冇遜色之處。